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兴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共下来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因为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张鼠标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爱用呢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鼠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容后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鼠和脚强好了，走一边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等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鼠一样可以的话是请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都好，还不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的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们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溜的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7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狗走一遍哦，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溜的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用鼻子吸。好，嘴巴吐。动后好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，抬起来，对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表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表下来。你往左边搞了一遍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左边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哦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弄狗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狗慢慢的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，吸，吐，很好哦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走人头喽。接下来那轮筒呢是要增加平衡能力的运动哈，然后平衡能力好了，平常来讲哈，还可以减少对倒的风险哦。大家听听老师强好来走人筒哦。首先，你要做的是胯部转体的动作哈，用伴走嘞，两只脚可以把它打开绕，你的肩头平翻哈，然后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肚时出力，然后整脚扛出去。好，来慢慢的，整脚是身体的重心，稍微略略的弯下去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的整熟靠着你的抬脚臂，然后走熟顺起来。哦，安走对吗？有听懂吗？好，我们再来做一次。好，来整熟走熟表下来，我们身体回正，狗类走一遍了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脚扛出去，好，起头略略的弯，好，来数靠等，好，往上升，好，这时候呢，你也头呢，赶紧走在往天花板的方向看，看你的那个左手的手指指尖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再放下来。勾回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走偏勾走一遍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走脚扛出去，一条弯，溜溜个弯时候哈，走熟，靠着那脚臂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熟寸寸来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，看一下我们的天花板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再脚收回来。你搞来走一遍了哈。来吸气，吐气，脚打开。好，来起头溜溜个弯。好，整熟靠着我们的抬脚臂，熟寸起来。好，来看着我们手指头指的方向的天花板。好，停留个3秒钟，1、2、3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表下来，脚收回来。再来走一遍哈。好，来吸气，走脚开始。对，起头溜溜个弯。好，来数靠着，伸出来。往你整熟天花板的方向看上去，在这边呼吸，停留3秒，1、2、3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表下来，好，再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要练习平衡来讲哈，还有一个动作呢，我们把你的脚重新时钟的那个时针一样哈来走人头。好，两只手可以表到你的骨盆的地方。好，吸气的时候你想一下，你的体内有只时钟，好，你的整脚先开始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你的整脚去碰我们的那个12点钟方向，很好。好，想象你体内有在失重，所以整脚牙耳去碰那个12点钟方向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牙海要碰的是7点钟方向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呢，想象你的失重会不会7点钟方向，你脚踏下去。好，然后骨盆身体要摆正。好，吸气。吐气的时候呢，你脚去倾3点钟方向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正中央。好，我们狗走一遍，而且这次你连续来走哈。来，先从12点钟、7点还有3点钟方向。好，开始哦。好，来吸气，来12点钟。
很好，来7点钟。好，来3点钟的方向。好，回到正中央。很够来走一遍哦。好，脚踏出去，正脚。12点钟，来3点钟方向。很好，来3点钟方向。好，来脚竖转来。好，现在往左脚。好，左脚一样往前是12点钟方向。好，那往后面呢？4点钟方向。很好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往9点钟方向。好，再回来。哎，你给我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吸出去，左脚开始哦，吼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4点钟方向。好，身体有可以长哦，不要晃来晃去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9点钟方向。很好，再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做对吗？哎，你过来走一遍。哎，你先从正脚开始哈。好，往12点钟。好，再往7点钟。好，想想看，现在往哪一个方向？哎，3点钟方向。OK， 好，再回来。好，也往左脚开始哈，来12点钟方向哦。好，我们再来往4点钟方向。好，身体也可以长哦。再往9点钟方向。很好，这时候呢，再回来。好，我们狗走一遍哦，哈，来12点钟整脚。好，再往7点钟。好，再往3点钟方向。OK， 再回来。好，走脚，来往12点钟。好，再往4点钟。很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出力，往9点钟方向。嘿，好，再回来。好，平常你做的比较熟的话，呀，时钟摆步的动作，你走得走好，交代我来练习我们的平衡。那过来你走也是好，我们走的轻重好，稳一点呢，哈，一样练习平衡。好，数走的6个半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让你的脚变为7条的顺条。假使你的平衡很好呢，走得好，你的锦荣老师一样，不是半点的哈。然后吸气吐气的时候，让数。哎，放在你耳朵的旁边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放下来休息。走对吗？我们再来做一次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让脚变来那7条顺条。好，来吸，把手卡起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个变下来，嘿，脚个变下来。你要往整脚开始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表演你7条顺片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一样数卡起来，很好。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肚脐够力，再回来，脚变下来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整脚，好数卡起来。很好，再变下来，嘿，脚变下来。好，今日运動到呀，希望大家衝下做運動，然後對身體是會好健康哦。